11月6號，加拿大星島焦點新聞：安省一間懲教中心發生集體虐囚事件。事件發生後，法官罕有決定撤銷其中3名被虐囚犯嘅1級謀殺罪。醜聞發生喺2023年嘅12月，有大約200名嘅囚犯被逼全數脫衣，喺冇床鋪、冇衣物，淨係得內褲遮身嘅情況下生活2日。法官批評呢個行為等同於酷刑，嚴重違反咗加拿大權利及自由憲章，踐踏基本人權標準。加上有懲教人員試圖掩蓋真相，所以下令終止對其中3名被告嘅謀殺控罪。有律師話，撤銷1級謀殺指控嘅決定極為罕見，擔心由於法院必須確保裁決一致，其他仍然審理緊涉及呢200名囚犯嘅案件，極可能同樣被撤銷控罪。下載加拿大星島應用程式，瀏覽更多新聞。